我要甲郑凯讲出我的心意，我明死。郑凯，起来啊！我怎么较袂惊？我感觉这就大，我就嘴大，我需要空气，我感觉你要死去啊！小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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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有要紧吗？你做哪会啊？你莫讲遐多，你有倒位无爽快无？我即马看你的手，感觉就安心啊，我袂惊。郑凯，我感觉真正要死啊呢！你啥也别讲啥，你莫甲浪费气啦，小秋，你甲我手扛好掉，你放心，我绝对袂放手，阮爸水饺。郑凯，有一寡话我想要讲，啊若无，我惊以后无机会啊！你莫甲开嘴讲话啊啦！你莫甲我动啦！我要甲你回心的，因为我的神经线搞无安，常常你生气，还阁有我身体我实在有够可恶的，常常拢咧找你冤家，那是因为我知影不管咱两个安怎冤，你拢袂甲我扣分。所以我就足放心的去找你冤家。其实啦，我就爱看你生气的面。你生气的时阵，你的面就古锥的，一个面碰晒晒，袂输甲刺骨的。你即马是搁咧讲啥啦？你互我甲话讲完嘛，我要甲你说多谢。多谢你伫咱两个遮尔细汉的时阵，就出现伫我的生命内面。虽然你大概拢讲我足烦的，不过只要我拄着困难，你绝对是头一个跳出来挺我的。找你斗相共，敢是一件足自然的代志。我免惊歹势，唔免惊欠你伤侪人情。不过，我即马敢若想办法的。你到底是想要讲啥？你讲重点好无啦？我真正足烦恼你的身体，你身体会无爽快的。我讲，为着我已经要死啊，我就要把握我人生最后的时间。郑凯，你讲你介意我当去有好好想过，其实我